来关心国际消息，美国《华尔街日报》报讲，中国甲古巴是秘密协议，讲要伫古巴的小岛设间谍基地，收集美国的通信资料，顺续监控美国的船只。不过，白宫讲这是假消息。 《华尔街日报》引用熟悉机密情报的美国官员的话报道，中国用数十亿美金甲古巴达成秘密协议，离美国福州差不多160公里的古巴一个小岛，设一个电子窃听设施，让北京用收集来自美国东南部的电子通信。这所在有真侪美国军事基地，也管监控船的运输。 That is not accurate. That we are not aware of China and Cuba. Developing any type of spy station. Separately, I would say that the relationship that those two countries share is something that we continuously monitor. 对这报道，中国驻华府大使馆一个发言人表示，唔知这案件，所以无要评论。古巴政府是无回应，不过古巴驻侵外交官兼驻美大使卡巴拉斯伫推特大文，华府是要搁一摆将古巴妖魔化。 报道指出，这项协议对美国海岸造成新的威胁，也予拜登政府警告。不过，伫求证时阵，美国官员拒绝提供对间谍机关位置是不是已经开始起这更较侪细节，因为相关协议出现的时机都是华府甲北京想要用试探性方式挽回，因为2月份美军将东岸中国间谍气球拍落了后所带来紧张局势。国际媒体也拢报道，美国针对中国间谍行动已经真久，搁用台湾做监听站。 搁伫南海有上台线间谍无人机飞过去，互北京真生气。今年4月，台湾甲五眼联盟及时实际情报交流也得到证实。公视新闻黄文玲报道。